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这几天咱新闻报道讲，日本黄金周长假，真侪民众拢去郊外行行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高高凹高第一条。都市4khu以外地区，咱讲高，像咱讲市郊。啊，若都市的外围较无遮尔闹热的所在，咱嘛讲高，像咱讲郊外。这个意思就是野外。另外，古早批发商进口出口做生意人做伙组一个工会，咱嘛讲高。会当进一步讲是批发商、进口出口商，像交货就是贸易商。另外，行高的意思就是咧做贸易。啊，若卖米的人，咱过去讲是米高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郊外，代表是都市、城市、街区外口这地区。第二个词读做行高，这个意思就是批发商、进出口商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城市愈来愈混杂，市郊嘛愈来愈闹热，和郊外嘛发展做新的观光所在，市草真热市，嘛有真侪行高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高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